大家好，我係上年度嘅最佳學生領袖6K 班張俊熙，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書籍。本年度圖書館嘅主題係最愛書中人 Beloved Book Characters， 而我想為大家介紹嘅書中人就係《天長地久》呢本書入邊嗰位逐漸老去嘅母親美君。相信提到作者龍應台，大家可能會諗起佢嘅作品，例如係《孩子你慢慢來》或者係《親愛的安德烈》。而《天長地久》呢本書嘅內容亦都係環繞住親情，與我哋每個人息息相關。龍應台透過寫俾失智母親美君嘅19封信，引起讀者對生命、親情以及時間嘅反思。曾幾何時，呢位患上失智症嘅母親美君，亦都係一個擁有精彩人生、活得無比瀟灑嘅女子。雖然佢患有失智症，但佢對女兒嘅愛早已成為身體嘅記憶。即使記憶模糊，但愛卻從未離開。打動我嘅正正就係呢位母親身上嘅愛。希望大家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呢本書，並從中得到啟發。以下係 Dear Time，Enjoy。